重煉傳說新生王篇，作者阿暖。第236章，注入深坎。憑天佑所展現出來的決心，再加上藍雪琪的病情已到了刻不容緩之境，森天少最終重重地點了點頭。森天少道：好吧，既然你執意要試，我們就給你一個機會。不過我們不可能讓你們單獨相處，在整個治療過程中，一劍堂必須要有第三者在場。天佑道：藍小柔同學可以在場觀看整個過程。三名師叔對看一眼，點了點頭。好吧。三人連同方牡丹均退下了。森天少臨行之時，還替房間布下了結界。這個結界，即使是修為高於我者，也不可能窺探得到裡面的秘密。天佑同學應該放心了吧？天佑點了點頭，我相信你們。天佑和藍小柔來到了藍雪琪床前。藍小柔摸着雪琪冷冰冰的臉，不覺已是哭成了淚人。天佑同學，請你一定要救回姐姐。放心吧。不過藍小柔同學，請你應承我，把你接下來看到的事情絕對保密。我一定會保密的。要是我藍小柔把天佑同學的秘密說出去，我便腸穿肚爛而死。不用對自己那麼狠吧。要是你泄露了我的秘密，你就任由我處置好了。好，好的。藍小柔點頭應承，但不知怎的，飽滿的臉頰卻是浮現出兩團紅雲來。天佑道：其實我根本不懂任何治療之法，我不過是偶然得到此物罷了。天佑亮出了一個小小的瓶子。不，搞錯了，這一瓶是食神之味。天佑又從草襪腰帶中找出了另一個小小的瓶子，這是海倫娜之淚。天佑從完成海倫娜第6世任務之後所得到的獎勵之一。海倫娜之淚的功效是解除一切諸如詛咒、內傷、邪術、魔法、化學反應、磁場反應等等的負面狀態，限女性使用。天佑問藍小柔借了一根小鐵匙，然後珍而重之的從瓶子裏倒下了一小的透明的液體。天佑讓小柔扶起雪琪，然後親自把液體送入雪琪那已經毫無血色的柔軟小嘴裏。藍雪琪服過海倫娜之淚後，完全平靜，好像連一點兒效果都沒有。怎麼會這樣的？天佑同學，再等一下子。每一秒的等待都是最漫長的煎熬。天佑同學的前額都漸漸滲汗了。說實話，這已是天佑同學最後壓箱底的手段了。要是這樣都無效，那就只能說他已經無能為力了。嗚！只見藍雪琪突然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，從他的上衣領口，那柔滑如雪的肌膚竟然漸漸浮現出象徵死亡的紫藍之色。這紫藍之色迅速地往上侵襲，很快就覆蓋了他整個的脖頸，接着是下巴、耳根以及整個面頰。就是給普通凡人一看都知道藍雪琪的病情正在急劇惡化。姐姐，藍小柔已是嚇得六神無主，她不其然地抓住天佑同學的手，感覺她就是除了姐姐以外唯一的依靠了。雪琪，你要撐住！天佑的心也是幾乎跳到雙子眼上了。咳咳咳咳咳咳，藍雪琪像是把剩餘的力氣都擠乾似的，拼命咳嗽，仿似要把她體內極深處的不善之物趕出體外。小柔連忙按摩着雪琪單薄的後背，幫助她舒緩咳嗽的痛苦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堅持着！哇！藍雪琪猛地一吐，把一團紫藍色的不明物體吐了出來。那巴掌大小的物體黏在被子之上，竟是一團好像有生命似的蠕動之物。這團嘔心物體甚至還有意識，知道自己已經被宿主驅趕出來，便想要急竄而逃。此邪物休想要逃！藍小柔見此邪物從姐姐體內竄出，心頭就有氣，誓要拿下她好好審視研究一番。
他也是一劍堂好手，心意一動，便是召出了長劍，然後一劍就刺向了那已經流到了地板的邪物之上，一劍刺中，感覺就像是刺中了一團果凍似的。可是此物看來完全沒有受傷，透過藍小柔之劍繼續溜走。藍小柔想要撲上前去，親手把此邪物抓住，卻被天佑阻止。這是奇毒之物，一定要小心處理。天佑取出了貓耳貝殼，釘準那團嘔心之物，反手一罩。這貓耳貝殼可能是天佑身上最貴重的法寶了，就連屬於天才地寶的妖界水源、炎熱光拳和滿月沃土都能收走。此邪異之物即使再是珍貴，也不可能比前三者更難收取。這果凍物體就這樣被天佑完完整整地收走了。姐姐，只見床榻上的藍雪琪把那團邪物吐出了之後，情況明顯好轉了很多。她肌膚上呈現的紫藍之色完全消褪，也不再咳嗽落血了。不過身體依然極度虛弱。病根已經驅除了麼？正當天佑打算鬆一口氣時，藍雪琪身上又再出現異狀，她渾身在劇烈發冷。不，她是整個人都在冒出了極寒之氣。她的雪白肌膚很快就覆上了一層薄薄的白霜，本來被血毒沾濕的被子竟然也在漸漸結冰，甚至連整個房間氣溫都因此而漸漸下降。這是絕情劍訣的反噬效果麼？藍小柔也是頗為驚訝。修煉絕情劍訣，感受到心坎冰冷，是正常的副作用之一。只要情況不嚴重，泡個熱水澡就會好的。這是每一個修煉絕情劍訣的弟子都常常會經歷的狀況。藍小柔連忙準備熱水。這個房間的浴室是那種仿古的裝修。浴缸就是一個木桶般的大澡盆。藍小柔和天佑抬起藍雪琪，讓她和衣泡在熱騰騰的水裏。為了克制劍訣反噬引起的奇寒，藍小柔已是刻意調高水溫，使澡盆的水熱得足以燙傷肌膚的程度。可是藍雪琪浸下去了不久，這熱水竟然也漸漸結冰起來。即使藍小柔不斷添加熱水，也趕不上結冰的速度。藍雪琪的嘴唇已經變紫，她正在急速失溫。熱水澡完全無效。這一次的寒氣反噬，遠遠超過了我們所知的最壞情況。面對藍雪琪的惡劣狀況，藍小柔只覺得無能為力。失禮了。天佑也是急了，也顧不得什麼，雙手一扯，就把藍雪琪上衣前襟的一排扣子一口氣全部扯開，只現在那一片柔嫩雪白之間，正好在他心臟所在之處，竟然結成了一塊透明的冰壁。果然，寒氣的源頭是在他的心。絕情劍訣講求的是斬斷情感，而情感之源就在人類的心坎部位。絕情劍訣的反噬，就是從修煉者的心漸漸凍結。既然藍雪琪的心臟已經結冰，口服海倫娜之類也未必能有效解除如此嚴重的反噬。小柔，有強心針麼？強心針？有的。小柔連忙找來一劍堂專門預備的急救包，然後把一根幾乎等於他手臂粗大的注射器遞給天佑。小柔，你知道怎麼使用強心針麼？我不會。天佑同學呢？只見藍雪琪已是氣若游絲，快要變成一具凍僵的屍體了。我也不會啊。不管了。天佑同學又把一滴海倫娜之類注入強心針之中，然後便高高舉起，使盡力氣一插，啪！強心針竟然插不進冰壁，針尖直接斷了。該死！我忘了把煉能力注入針管中。還有另一支嗎？還有。太好了！要是最後因為強心針弄壞了而失敗，我死也不會眼閉。天佑接過第二支強心針，把海倫娜之類注入去，然後便運用煉能力包覆着整個注射器，然後使勁一插，啪裂！
針管刺穿冰壁，直接插進藍雪琪的心臟。從注射器傳來的輕微脈動，天佑知道藍雪琪的心跳已經極之衰弱，即將就要停止。天佑穩住雙手，把注射器中的海倫娜之淚緩慢注入藍雪琪的心臟。而就在此時，天佑的腦海中突然被傳入了一聲歇斯底里的呼喊：賤男人，休想傷害我的小娃娃！不管你從哪兒學來如此卑鄙的手段，竟然鑽進了這小娃娃的心房之中，我是絕不會讓你如願的。本章節完。原文小說請到搜尋器搜尋重練傳說，目前原文進度已到第8季，歡迎免費閱讀、訂閱或購買實體書。以上有聲小說由暖島出版提供。